啊，这个亚洲传统的教育观念，囡仔都爱拍才会出脱。讲台湾去年互苦读的囡仔创下着5年来的新高，超过12000人。但是研究来发现，互拍大汉的囡仔，拢会感觉家己是一个无路用人，这个负面的影响，拢会对一世人。后礼拜5是全球的国际不爱拍囡仔日。有几来立委召开着记者会，呼吁政府要建立更较侪资源系统，让台湾一步一步将做一个零体化的成熟的社会。有两皮肤互人讲到乌青硬血，虽然俗语讲叶仔无挽唔正长，囡仔无讲唔正人，要么比讲大汉的囡仔，大汉了有可能甲原生家庭的感情会愈来愈歹。依照统计，互人讲过的囡仔有72%大汉了会想起被拍经验，26%甲厝内人关系无好，将近14%到即摆依然无多谅解，甚至使用认为讲伊本身是个无路用的大人。上较可怕的是暴力的宣传。我自己成长在一个不打小孩的家庭，我还蛮喜欢我自己的，所以做一个妈妈，我继续保持不打小孩的记录。4月30日，国际无拍囡仔日，真侪立委甲人本教育基金会呼吁讲，目前台湾社会要有40%的家长会讲囡仔，才会好好啊沟通。430国际不打小孩日，所有的教育不可能靠外在的控制力，也不可能在暴力的基础上可以实现。来看最近5年统计资料，全台湾互人苦读的囡仔人数一直增加，去年更加超过12000人，这是5年来新纪录。儿童人权是现实社会典现，体罚甲暴力所带来伤害，大人袂使阁无要无紧。